大家好啊，我係做家族辦公室嘅，但係今日咧要講一句唔係咁好聽嘅説話，就係好多人真係唔需要家族辦公室，設立咗反而係一個負擔。嗱，我發現一個現象嘅，有啲人咧將家族辦公室當咗我已經到達呢個層級嘅象徵，好似就係你設立咗家族辦公室就自動進入咗超高淨值嘅圈層咁樣。但係現實係咧，家族辦公室唔係一個層級，唔係要嚟升 level 嘅，佢係一個風險處理嘅系統。嗱，如果你而家最大嘅問題係你收入仲未夠穩定，或者企業仲係擴張期，現金流有壓力，投資仲喺度試錯嘅階段嘅話咧，咁你需要嘅係增長，而唔係成立呢啲結構。真正需要家族辦公室嘅家庭咧，嗱，通常有一個共通點嘅，就係佢處理嘅事情咧開始變得複雜啦。例如佢好多間公司嘅股權嘅交織啦，要處理跨境嘅資產，有多個嘅身份要處理，或者處理緊二代接班，婚姻有風險，或者稅務有好多擔心暴露要交好多稅務嗰陣時，呢啲風險開始互相影響啦。咁咧呢個階段你已經唔係做緊投資，你係處理緊呢個風險嘅公平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家族辦公室對你嚟講先係有意義嘅。嗱，所以咧成立家辦唔係你講一句説話就去完成嘅事嚟㗎。你意味住你要成立專業團隊，你要有法律嘅架構，稅務要做好規劃，或者係長期一個合規嘅維護。咁呢個咧係一個持續嘅成本系統嚟嘅。所以如果你資產仲喺一個快速積累嘅階段，過早去設計啲複雜嘅架構咧，反而會拖慢你成個決策嘅效率㗎。嗱，我見過一啲資產過億企業家，佢依然用緊呢個創業嘅思維去做所有嘅決策。咁結果點樣咧？股權好混亂，家庭矛盾好大，傳承嘅模式都好模糊。嗱，我哋都見過一啲資產唔到5000萬嘅企業家，但係風險意識極強，將個架構、將個結構設計到非常複雜。嗱，所以咧個關鍵其實唔係數字嚟，而係呢一刻你係咪已經意識到嗱，最大嘅風險唔係賺唔到啊，而係你守唔住。家族辦公室唔係以嚟炫耀嘅，佢通常咧出現喺一個階段，係咩咧？就係你開始怕出事嗰時，當一個人由我要衝啊變成我要穩，我要求穩健，你嘅財富思維咧就開始改變。所以真正成熟嘅財富觀咧，唔係我能夠賺幾多，而係我呢一刻能夠承受幾大嘅風險。嗱，如果而家俾你一個選擇，你想要資產倍增，定係想要資產夠穩，冇大風險呢？兩個你揀邊個呢？留言話俾我聽。